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虽然跟平常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一起来敬拜。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全能尊贵奇妙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重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重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宣告你国度降临，宣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的救赎，我的帮助。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他是我们的救赎，我们的帮助，他们为我们将大山挪开。哈利路亚！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
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再次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无论我们在何处，我们在什么地方，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主。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使我们即便在这样疫情紧张的时刻，我们仍然能够透过不一样的方式聚集在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祷告。主啊，也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从主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祝福别人的生命，也能够与主你来连结。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降服于你，
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是的，主啊，我们愿意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所有，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限，我们不知道当如何行。求主你将那个智慧、聪明放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向神来献上祷告，愿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关键少数。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成为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成为祝福。我愿
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愿献上所有，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主，在这充满苦难、充满不安的时代，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受拣选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里面，也成为你施恩赐福的管道。主帮助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领受你的恩典祝福，也帮助我们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人的软弱，你属天的能力、智慧充满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能够与神同饮，也能够呼召人来到主你的面前，能够认识你是造天造地的主，造天造地的那位万有者。主，求你帮助我们进到你的同在，开启我们心窍，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因为真理才能够叫我们得自由。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小会决议在3月22号、3月29号的主日，因应我们政府所来的公文，所以暂停这2次的聚会，主日聚会。那我们会透过线上这样的一个播放，我们小组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能够一同来观看。那我们奉献只收不具名的主日奉献，那其他的奉献我们就会在正常聚会的时候，我们才到教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记名的奉献。那另外，我们5月3号我们会举行圣礼典，那请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记得在4月19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那我们原定3月29号的长执会我们因疫情的关系暂停1次。那我们会将6月7号的长执会就提前到原来的5月31号来召开。那我们圣崇拜组崇拜部会圣乐组会有这样的一个诗琴训练班，我们预计在4月4号到6月28号共有10堂课，费用是每人4000块，教会会补助一半。以我们会有的子女来做优先。
请要报名的来洽询田处仪长老。我们原定在3月29号的主日在主日当中的追思礼拜，清明追思礼拜，我们会延至4月5号，所以请弟兄姐妹注意。那还没有登记的，我们赶快到教会的公布栏来登记。我们收件到3月29号止。如果你已经填过追思卡的我们就无需再填写。属灵家长也是一样，我们因为暂停聚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会顺延2周。我们预计在4月5号的1点到4点，在701教室来举行。如果你需要补课或是复习的请你自己来带你的课本。3月22、3月29号，我们认识基要真理的课程也顺延到4月12到5月10号。3月22、3月29的图书馆我们也是暂停2周。医疗关怀组原本预定在这个主日到文昌公园的医疗咨询因疫情我们也是取消1次。3月25号，我们礼拜3晚上8点到9点半的祷告见证会，我们还是照常的举行。生日助学金的收件，我们会延到4月5号。4月5号会召开生日助学金的委员会。如果你报名的这些文件，请交给何少卿的干事余文干事。我们陶家互助社在3月22号，今天下午会进行搬迁，来到中华路的10号9楼之5。从3月23号礼拜1起我们的新设的这个地点会正式来服务我们的社员。原定在3月28号青年牧区所要举办的恩典迫降敬拜之夜为防范这个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会延期来举行。其他的请我们自己来看周报的消息。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金句第一次我们用华语，第二次我们用台语来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马书15章7节，台语来。所以就三接纳，亲像基督也有接纳恁，至高荣光归伫上帝。罗马书15章第7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要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咱作为起立，咱用这首诗歌献上感恩，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
师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谢谢耶稣，因为你的同在，使我们软弱得刚强；我们贫穷的就成为富足。因为你是万有的主，赏赐一切美好的事物给敬畏你的人。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愿你的恩典常常降临在敬畏你的人身上。求你悦纳我们献上的金钱、时间跟爱心，愿你来分别为圣，也成为施恩世人赐福的管道。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罗马书15章第1到第7节。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那我们要预备好，如果预备好来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罗马书15章第1节，一起来。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彼此来祝福说，上帝的话语让你得祝福。上帝的话语让你得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照真理遵行，因为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看见盼望，真理使我们内心充满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与大家一同来分享，透过罗马书15章的第1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与神同饮。特别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分散在各个地区，我们一同来敬拜。可能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因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全球各地每一个国家面对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瘟疫，我们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啊，每一个人拢足惊，惊啥？惊死啊！那也不敢出国，为什么？因为咱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真侪拢锁国不准国外的这一些的旅客进入，所以我们看到会造成什么在医疗上面，还有呢，我们看最近这个股市每一个国家都是一片惨绿，
所以对经济也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民生问题的乱象因为假消息，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怎样？因为一对表兄弟发布假消息，所以造成大家的恐慌。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那个货架上卫生纸啦、罐头啦，这卫生纸罐头拢抢了了被抢一空。我们看到好像进入到那种战乱的当中其实我们政府呼吁说，这些物资都有够啦，都足够所以我们真的不要造成这样的一个恐慌抢购那我们政府也告诉我们说，这些货源都充足，我们可以安心。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不安心，因为面对什么？面对这些瘟疫病毒，敌暗我明啊！敌人伫暗的所在，唔知是什么所在，所以咱拢惊，所以爱挂喙安戴口罩。那在人不安、惶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如何去面对呢？如何去胜过这一些的瘟疫呢？特别是我们成为一个关键少数、关键的救手，那我们如何引人入胜，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保罗其实他在罗马书的最后，他有分享，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所以现在我们不得已因为民政局公文来，所以我们在3月22、29，我们就暂停在教会的实体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怕群聚嘛那我们也负起这样社会的责任，那来回应我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关心。那这就是教会生活。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瘟疫的疫情严峻特别是这2周是比较严峻的高峰期。那我想我们就配合政府，所以我们各个小组我们分散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观看这个线上的播放。那我们一起来敬拜，那分享我们教会的生活，从教会好像出来教会所说的，在店里也在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同心合意祷告，然后能够对未来有这样盼望，与神我们一起来赢得这个世界。那我们看到赢要赢什么？与神同赢要赢什么？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什么？拢唔忙啦，赢过这个瘟疫嘛，赢过疫情，还有呢是赢过死亡。今天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意大利每一天死了好几百人。我们看到美国疫情也越来越严重，看到全球各地都有很多这些死亡的人数。然后我们的国家也死亡的第2例虽然跟世界比起来是比较少数，但是我们看到人心还是很惶恐，所以我们希望赢什么？赢过死亡，还有呢，就是赢过罪恶不管是肚子的恶，或者是我们内在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恶，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赢。所以我们看这个阿嬷，哇，这个阿嬷真的是超前部署对不对？阿嬷真的是对的吗？到底他所部署的能够吃多久？没有办法到永恒嘛。所以我们来想说，你可以赢多久？赢这一生，还是赢永生？这是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阿嬷的超前部署。那你我呢？你我怎么样部署？你安怎来准备？看人来抢，你就安怎？无咱哪来抢一包安尼好唔好？来抢一包卫生纸好唔好？哎呀，真的，但是有一天还是会用完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困境？
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个目的。第一个，我们要来效法耶稣基督他在困境当中如何给我们有盼望，也能够忍耐。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但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远见有洞见神的这样的一个时机，还有我们内在也可以得着安慰。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活出美好的信仰，所以透过教会生活的群体，能够实现在这个社会上面，然后也能够成为有关键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社会的困境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表达。刚才讲到说与神同饮呢，其实有5方面我们从阿嬷的这样的一个刚才那一个照片阿嬷她第一个王我们从这个银有5个汉字所组成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上面有什么？有王嘛，对不对？那王就是对死亡、对生命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阿嬷就有危机意识会不会饿到没有病死，会不会饿死？这样，所以赶快超前怎样？超前来布局那他就把整个冰箱来塞满那基督徒呢，我们的眼光是什么？阿嬷的食物有一天会吃完，对不对？可能给你吃1个月嘛，2个月好吧。但是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嘛？什么时候结束，咱都不知那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是看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我们脱离一切这样的一个死亡，给我们有盼望。所以让我们的眼光是看在未来。那阿嬷可能也善于沟通表达所以她先抢先赢，对不？先抢先赢啦所以我们看到满满的冰箱都是这样的食物所以可能他跟人家表达沟通的能力非常好，所以他能够得到这么多的食物。那我们呢，基督徒，那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沟通表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一个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上帝，那我们缺乏，我们如何向他来祈求？所以在沟通上面，沟通重要紧的，对不？所以我们跟上帝有这样美好沟通，借着什么？借着上帝的话，借着他灵与他能够相通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口就是表达人跟人之间，或者人跟神之间的这样的沟通。第三呢，月就代表什么？代表时间了那我们要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到神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时机怎么样去改变，但是我们就是要怎样我们就是要抓住那一个机会如何回应上帝的恩典。那信心的眼光就很重要了阿嬷就是怎样抓住那个时机，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机抓得很准，timing 抓得很准所以可能别人买无啦伊安怎抹出来那样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到神在每一个时机有没有能够掌握时机，洞察先机。其实罗马书12章里面就提到，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上帝何为善良的、纯全、喜悦、可喜悦的旨意你就可以成为先知先觉。成为先知就掌握什么？先机所以你就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那第4个我们看到你要买东西需要什么建议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钱，所以我们没有钱就没有办法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贝就代表财富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财富，所以我们才能够去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公约，我们是神的什么宝贝啦？但是也宝贝，你知不？
所以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要他得货财得钱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哦，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谁？他是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所以当你用信心来看待的时候，你就不会像一般我们看到哦，要发国难财瘟疫财这样取财怎么样？取之有道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世代为了要赚钱囤积这一些的医疗器材、口罩等等，所以让大家在缺乏当中都买不到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天父的宝贝哦。所以我们用信心来看待神要丰富供应在我们当中哦。你掌握了先机，你就有什么得着这样的供应。所以我们看待一般人可能平常心平常心，对不对？但是这几天看新闻，越看真的，你看超市一直在抢，你有想要抢无？有啦对不？我像手猫猫安尼对不？看人冰箱满无嘛，过来买一台迄个冷冻柜安尼对不？无，到时候没有食物吃怎么办？有时候我们会平常心看待，但是呢，越看越担心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些都是暂时的嘛。我们能不能看到永恒所以活出盼望，凡事感谢，凡事能够常常喜乐，这是我们要与神同营。在这5方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那与神同营需要做什么事？要先与神同行所以你的想法一定要先调整嘛。所以上个礼拜刘牧师还有牧师都会有提到说，价值观。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要念上，就是思念上面的事，过于思念下面的事，地面上的事。所以念上不念下所以在那边我们看价值观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式。你生活你会用什么款的态度方式来活出来这是很重要，因为想法会影响你所做出来。你若想好的，做出来就是好的嘛。你想不好的，你所做出来可能就是恶行。所以行为就会彰显出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最近，对不对？想的不一样，就会说出来可能是伤害人，互相相骂嘛。所以我们在这边一起来看那与主同行，与神同行，我们要如何看见耶稣所看的，看到上帝眼睛所看的其实罗马经文当中有提到说，罗马教会当时候那个世代，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大能，让这有2种族群的人。第一种就是犹太人，第二种就是什么？非犹太人这样的基督徒可能有一段时间犹太人被赶出罗马嘛但是后来回来，怎么又有增加这一些的非犹太人的信徒那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无同款的文化背景嘛，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犹太人他们可能从小他们就遵循这一些的仪式律法那后来我们知道外邦人他们不用受割礼嘛，他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所以你也看有2种不一样的生活文化背景，所以因就无同款的看见嘛，无同款的想法，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因此就会像保罗在14章里面提到的，咱顶礼拜毛讲的有不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坚持，然后产生冲突所以咱来看讲，伫多元的差异，伫迄个多元的差别的中间，要哪甲上帝同行，与神来同行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就是你要认同嘛，你要彼此认同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的不一样，这个差异但是
我们看到要彼此接纳，容不容易？不容易啦。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在罗马书14章在讲到啥？哎呀，信心坚固的人要担待软弱人软弱，对不？你要安怎甲接纳？为什么？顶礼拜牧师讲到啥？上个礼拜牧师讲到说，这信心坚固，我觉得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吃啊。但是被看为信心软弱的说，哎呀，你们这些怎么？圣经律法怎么讲？这些明明不可吃了，你们为什么吃？所以他们怕吃到祭拜偶像的肉类，所以他们就吃蔬菜嘛。所以在这边，因为食物，还有因为守安息日或者一些的节庆日子，所以他们彼此有这样的什么争论啊、论断。哎呀，你信心不好啊！哎呀，你怎么样啊？不守这样的一个律法等等。所以他们就会怎样，以自我的中心来看待别人，就好像最近我们看到2个强国，对，美国说啊，你拢嘛你中国对不？你中国的病毒啦，好，然后中国就回应什么？拢嘛你美军是你美军带来病毒的，所以彼此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彼此就论断，就好像这一些。被看为信心坚强的人，讲信心软弱人安怎？信心软弱人就看这些外邦人看不起了，因为我们才是纯正人，我是最初受拣选的你们哦，恁是 Q 掉的啦，你们是皆知的啦，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彼此就有这样的一个争论推卸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看到现在疫情也是一样，罗马利都是你们乱跑，然后把这个传来，对不对？我们今天才那么糟糕，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看到人心就是怎样与主同行啊！什么叫与主同行？我要像上帝同款，我要像上帝一样啦，甚至能够赢过上帝。篡夺上帝的荣耀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要看到，可能对于生死的问题对于未来我们都忽略了，而只是看待在那种饮食日子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所以基督徒要有主的眼光要看远一点。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待，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一天面对死亡，那我们要因着主与主同活、同死同复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因信称义啦。因为你的信心，所以得着这个救恩好，那我们真的是要与主同行，不是与主同行窃取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只是寄居的，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是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那与主同行。我们看到这个林肯有一天他在伊利诺州的春田市，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然后突然有一台马车过去那林肯就问那个驾驶马车说：“先生，你肯不肯帮助我载我的外衣啊？”哇，这个听了马车的驾驶听了，当然可以所以我可以帮忙载你的外衣那我载你的外衣怎么还给你林肯就跟他讲说：“那不成问题啦。”因为我还穿在身上嘛，那这个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身体吞灭了。其实圣徒的盼望是在于主再来的时候能够被提来见主。
那时候我们要脱去这败坏的身体啊，穿上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能不能看到永恒？而是你只看到目前跟抢啦，抢到先抢先赢，对不？哦，啊无嘛百几工啊呢？但是能够到永恒吗？所以这个就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要荣耀这位上帝。我们看到这个疫情是因为人要荣耀自己的名，要窃取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病毒啊，来危害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放下自己，荣耀上帝。所以保罗在教导我们教导什么呀？在罗马书15章1到7节，其实我们14章有提到说，我若活是为主而活，若死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我是活也是死，都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嘛。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保罗说：你们坚固人，然后你们以为你们信心坚固，你们就要彼此来担待嘛。那要学习什么？耶稣。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犯了罪的人，是该受辱骂的。但耶稣基督他担待了，一替咱呢，一替咱给人骂了担待我们我们的辱骂。那本该落在我们身上的辱骂，那却落在他身上。那基督他既然怎样不求自己的喜悦，那只求我们的益处，所以他扶助我们的软弱，这样我们应该效法。所以保罗在跟人讲什么？保罗在提醒我们说，耶稣都为我们这样做了为我们洗脚嘛，然后看见那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就怜悯了。所以我们应该有耶稣的眼光，有耶稣的眼光无？看见遐困苦的、失丧的，亲像羊无牧者，所以咱就伫遮来怜悯来帮助因所以伫遮要安怎？伫遮来担待他们的软弱，这就是耶稣一生做啦。什么叫担待软弱？意思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如果对真理缺乏认识，所以被看作说属灵上的幼稚无知，你不应该笑他，你反而要怎样去不要取笑，而去怜悯，或者是帮助他、开导他。所以叫温柔怎样劝诫，要温柔劝诫才帮助他能够离开那个幼稚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要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这句话其实在提醒我们当时候他们并没有荣耀主，所以不是一心一口荣耀神，他们只不过在食物在假密日子，对不？这个日好唔好？这个节日好唔好？安休日你也无守，就这样彼此有这样争论了所以这样怎么叫神的名得荣耀？所以保罗就看到这个一些非犹太跟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就因为这个食物，在14章我们已经有谈过了嘛，对不对？因为这样来争论，你说恁烧麦会有好话无？烧麦拢无好话嘛，所以烧麦就人家看，你基督徒也这样，对不对？基督徒也这样，或者是哎呀，你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提醒说，不要彼此论断，要彼此接纳所以叫沟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跟神沟通，就是要看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就启示我们，所以要常常读经。说为什么每天要在家会主，对不对？在家会主，问一下你旁边，你每天有在家会主无？有无？最近在读啥？最近在读对一卷？我拢无回应。马太还不错，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说有关上帝国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底下在提醒我们跟上帝沟通，需要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给我们开启心窍完之后，我们就有智慧
有地位上，这个时候你该说什么话？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电视上面那些名嘴，有时候或者主持人讲的话真的是听不下去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你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这个就是需要智慧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如何与神同饮，就是要同心合一啊。所以我们要同心合一。咱最近的阿中部长讲一句名言，讲啥？烧钱无够，烧娘有春。来讲一遍来，烧钱无够，烧娘有春。相争就会不够嘛，人家看抢嘛，他抢了那么多，结果怎样？有人抢不到。所以我们的行政院长讲了一句话：你抢那么多卫生纸干嘛？每个人都一个什么？恁讲的啊，我不讲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如果大家就像现在的口罩政策，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领得到，能够买得到，对不对？所以烧钱不够哦，烧牛就有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对于时间的观念、时机的观念，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看法？有神的眼光，掌握那个机会，掌握那个时机，等候上帝的时机。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忍耐？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忍耐这样的时机，有没有忍耐，然后等待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最近碰到这个就是公文来啦，然后尽量避免有这样100人以上的群聚啦。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疫情产生，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困扰。那我们要暂时停止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什么？不要停止聚会。这个就是有我们的两难嘛。困难呢，哪边安怎？那边安怎？所以咱拜五暗嘛，小会就开会嘛有真济无同的讨论呢，无同的，但是最后就达成这个共识。后来无3月22、29停止，但是安怎？透过线上，现在科技方便嘛，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鼓励小组，或者是你个人，如果真的不敢出门，你在家里嘛，我鼓励你在家里看我们可以收看我们在星期天10点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转播。那因为这样，透过线上也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好像又回到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在店里，然后在家里一起来观赏。那面对这样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同心一方面我们配合政府好的政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就是做一个负责的基督徒。那面对生活这样的一个挑战，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身材要有道了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口罩国家队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对不对？那一些业者平常说什么？我们平常都是争个你死我活嘞，对不？但是这时候特别的时机嘛，所以我们要团结，要合一。真正爱给人按赞嘛，对不？所以他们为了要合一，他们要付上代价上无嘛500万以上，他们要自掏腰包。当然政府会补助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看这些，让我看到的很感动。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们呢？我们面对这样，要取之有道嘛，那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的同心合意，就给我们最近我们每一天就可以生产1000万片的口罩以上了。今晚美国各位我们还可以跟美国怎样互换嘛？每周给你10万片的口罩，那你给我们怎么30万的这个防护衣的材料，这样也是互惠嘛。所以你看同心合一，我们就会能够
面对这样困境能够解决。好，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上帝的宝贝，当然他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呢。天父的宝贝，当然他为着你，他会供应，让我们足够，所以我们不用担忧明天怎样。我们看到会恐慌，股票一直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套牢哦。但是我们就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吧？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林肯哦，他做律师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个双赢哦。那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客户跟别人有这样的一个诉讼，那为了多少？2.5元2元5角哦。也要控告他，那林肯就问他，劝他，他不听，最后要付律师费，付多少？10块，然后他也阿萨利照付哦，然后林肯就把5块拿给那个被告，那被告再拿2.5块给那个告他的，结果呢，双赢，息事宁人。哇，这个林肯哦，真的很有智慧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收钱的嘛，收过拢无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和睦同心就能够彼此皆大欢喜哦。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队我们口罩国家队那也有那个什么花国难财的队伍嘛，对不对？最后都被抓起来那我们的国家队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初代教会的，他们同心合意，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神就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所以其实耶稣也教导我们，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有时候会有不同看见，该停聚会反正都唔免修周嘛，小组就我们自己在家也不用那么麻烦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弟兄姐妹灵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在义中有一个看见，所以我们达成了有一些的共识。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些转播线上转播，我们可以在空中相会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哇，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知道吗？耶稣碰到这些法利赛人，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去掳那个麦穗价呢，2批的怎样体无完肤就骂耶稣骂这些门徒，说你们不守安息日，就好像我们回到初代教会，他们在讨论这个日子安息日的问题。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其实他看重的是什么？不是字面上，不是那个表面的，而是实践的生命那法利赛人他们看见是这些规条，那圣经跟咱讲啥？字句叫人死，经意怎么样？叫人活了。所以要提醒我们，不是重视在那个字面上这一上，而是要什么？活出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虽然呼吁我们停止聚会，但是我们怎样？还是照常，但是用不同样的方式。我觉得在读《使徒行传》第2章，第2经要讲上，他们在店里，他们在家里面，对。彼此能够诚实的心用饭，存欢喜诚实心用饭，然后赞美神，得到众民的喜悦，主就将得救人怎样，天天加给他们。哇，我们看到神迹就是这样，当你同心合意的时候，就同饮嘛，对不对？跟你的旁边说，同心合意就同饮所以感谢主虽然在这困境当中。我们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聚会同时在聚会，但是我们与神同饮，因为我们主是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那其实当你信靠主，神就护卫着你，保护看顾你，所以我们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神就介入，神的丰富就介入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叫做伯伦纳德这位美国早期的宣教师，他对印第安人来传福音。
这位年轻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得过肺痨，就是肺结核肺痨啦就肺结核。但是他内心有一个火热，就深爱这些不认识上帝的印第安人那他就深入在他们当中，要去传福音。那有一天呢这个一群印第安人，他就手持着战斧，叫斧头、波头，然后要侵入在这个伯伦纳德的帐篷里面要悄悄的观望，想要杀害他他们就看到这个宣教师跪在地上，他就跪在地上在祈祷啦，跪在祈祷，搁看讲有一只眼镜蛇安怎？如果你有看到眼镜蛇这样起来，代表什么？要给你攻击啦，对不？所以看到伊的两腿之间伊跪咧，在两腿之间有一只眼镜蛇安尼逃下来，已经要攻击他了。这些印第安人说这些你温死的结果，看了一下子，那条蛇要怎样把头垂下来？哇，没有事，又那条蛇就什么，就跑离开出帐篷了。哇，这一群印第安人说，哇，很奇妙嘞，这个是好像上神灵的使者一样，所以你看蛇都没有去害他、咬他所以我们看到这印第安人他们回去就报告这件事情后来他们没有杀害他，而且对这位宣教师非常的敬重那后来他才明白，奇怪，那对我向你敬重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那伟大的神灵是印第安人他们称对上帝的称呼，这是上帝的使者啦，所以有上帝特别的保护他。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的经文来。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不管是生，不管是死，保罗说我们都是主的人呐，所以不用害怕即使是面临死亡，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有未来。最近一些名嘴在讨论，对不对？你们再去旅游哪一国可以去？哪一国？天国只剩一国，天国可以去。我说真的吗？我听到这样，我说真的吗？心里有一个疑问：每个人都可以去出国的话，去天国吗？你有把握你可以去吗？你有得到那个签证吗？你可不可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未来？与神同行是可以看到未来的，未来性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透过保罗的信息，他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虽然我们是关键少数，但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效法他，那不求自己喜悦想要像耶稣一样，我们能够担待别人的软弱。主就在你的当中行奇妙的事情。第二个，最后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在这个严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同心来度过这个疫情。虽然不方便，但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有洞察先机的眼光，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从耶稣基督来的忍耐、等待、等候这样的时机。神也要呼召你我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现在要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不管你是在哪里聚会，我邀请你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主要呼召你、拣选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你知道吗？我们虽然是关键少数，但神要使用你，在这个世代，可能在你的社区，在你的亲友当中，成为一个祝福。我邀请大家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你
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让我们一起成为祝福，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尊主，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我生活的福。我们从头来，神呼召我们要进到恩典之路。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我顺服的福。弟兄姐妹，我们被拣选。以前我们觉得顺服好像是蒙福，那之前我们有谈到过，顺服可能刚开始会不舒服啊，就好像我们接到公文一样，不大舒服。但神却让这样成为祝福，进入到家庭，进入到社区，进入到不一样的一个境界，使用我们，使你成为他的管道。刚开始可能不舒服，但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就蒙福，好不好？当我们在唱副歌唱一遍的时候，我们要宣告说：主啊，我要成为你祝福这个世人的管道。我们用这首诗歌再一次来宣告，成为祝福，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
献上所有，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主，谢谢你，万事互相效力，都叫爱神的得益处。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困境，我们以为是难处，但是在神看是化妆的祝福。你翻转我们的价值观，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行事作为，符合神你的想法，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是最好的、最美的。愿主耶稣基督，你得救的恩典赐给我们，也透过我们成为你施恩赐福的管道。天父上帝，在这瘟疫流行、人心不安当中，继续用你的爱、你的怜悯来护卫着我们。主圣灵，光照我们那惧怕的内心，有主你的光照，我们就得盼望，我们就得安慰，我们就有未来，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来赞美我们的神。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是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疼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让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我们的聚会就到此，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你们出你们入都有神的保护看顾。我们一起来祝福，彼此来祝福。